嘉义的警方伫个西区的中兴路甲博爱路口，发现一台黑色的轿车无照规定红灯共倒弯，就要甲砸落来临检。结果这驾驶是油门打到底来绕跑，警察马上就约伫个后壁，约将近5分钟，支援的警力嘛到场，前后包抄。车顶5个人看走无路，落车跪伫个涂骹要求原谅。警方嘛伫因的车顶查到开山刀甲毒品。这个轿车伫路口违规倒啊，警方等警力按停车，想袂到对方的驾驶赶紧要逃走，就开始走相撞，为道路约到巷仔底，约差不多3公里。警方伫前后包抄的情形下，佫想要弄警察车，警方嘛毋是软脚下，赶紧将这个塔门敲破，将因救出来，入涂骹。一家人赶紧跪涂骹喊救人，有的人甚至佫喊歹势失礼。玻璃破去，塔门的玻璃破了，原来警方伫车顶有抄到非法的物件。车上查出斧头、开山刀各1把，毒品 K 他命。这个代志发生伫嘉义，这5人敢若是要去买卖毒品，想不到半路违规，互警方抓到。前案1毒品、公共危险、加重妨害公务罪，移送法办。这群人唔乖乖就范，这个过程中佫违规伫大路甲警方走相撞，佫弄警察车罪加1等，即马嘛被依法上班，加在无去伤到无辜的过路人。